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嚟學嘅嘅節目。這禮拜我哋嘅特別嘉賓小新椒夠老椒。我會介紹這禮拜特別嘉賓，新椒介紹佢，等人想到先先。新椒介紹佢，我人嘅新椒八卦歡迎。大家好，我是八卦。八卦歡迎，然後個有，看你個都嚟梅了，然後個有我嘅新椒雷神。嗨！一直放曬放回去了。然後個我哋嘅老椒毛毛菇歡迎，大家好。然後個有我老椒梅亞龍，我死得好慘啊！然後個真係幾時講完？然後個有我係 producer， 等陣叫冇叫摩多林個老椒，真正個冇對嚟啊！摩多林歡迎，摩多林歡迎。Hello， 你我是本地人嘅小弟本地達那。Hello， 大家好，真久冇對嚟啊！那真久冇對嚟啊！對嚟留住我度繼續啊，繼續留住。哦，好啦，好，夠親切感呀。Hello，夠有親切感嘅。真可能感啊！冇啦，就個臭話啦，咪講住。你好 ，OK，等陣我問迄個新椒有未去啊？到底這個八卦。Hello， 都未見我了。各位，就真要見嘅摩登。Hello， 歡迎。摩登，你這禮拜有咩新嘅鬼故事講哦？除咗冇啊。冇啦啦。OK，等陣我問到啲八卦，你是幾時聽到邊嚟學見？安怎聽到邊嚟學見？幾時聽起嘅？講啫。last year 我轉來檳城嘅時 ，December 我嘅朋友嘅翁就買一個 iPad 給伊，所以伊就伊講哦，你 holiday 呢用來這邊，你教我去 download 我愛嘅物件，甲了 load 甲了，所以我咪去找物件，我講這是蝦米來？所以我 download 落嚟 episode， 我聽哦，找個半時，我說 OK， 我轉來我就 download，甲了我咪就 start 聽咯。哦，所以你係咪舊年對佢是到71年是？哈，是 December， 12月。我所以你咪是只新咯，把你個聽到咯。真新。哦，好啊，歡迎！我有看到你到底，唔知你是到底 Facebook 還是 Twitter 嘅時候講。我看到，椒啦嚇，讓俾對我椒是 @John On 還是邊啲學見？攞嚟椒，我攞掉。OK。攞掉資料。都好冰，แล้วก็รู้ตอนที่เป็นยังไงสิรู้講話成เป็นยังไง所以你是เป็นยังไง啊？是。เป็นยังไง到一個？定到大。嗰是大拍正包會。哦，拍正包會，OK。แล้วรู้ทำ咩等定到？古早是讀 DB 嘟。DB 什麼？冬菇。關嘟。斷估，係咪我唔知喎？斷估半嘟是嘟嘟係咪？斷估，一時話係後背啦。啊，我知，你含嘟嘛就？嚇對。含嘟，哦，含嘟，合沙嘟。合沙嘟，合沙嘟，帶好嘛？就 please 帶好嘛？安姐我去找人做辦法。含濕嘟啦，你講。係啦，古早時人寫你款叫嘅嘛。哦，是啊。是。對。對，我知。一直到啲等我成個後邊是我 hospital 嘅。hospital。我都咪是，識到。我你 sekolah pergigian 係咪
誒，對，你知唔知我嘅咧時你不記記嚟做起嘅話，細漢個大那邊做咧，細漢你有去啊，人家車你出去是無係把尖嘅直頭，定得是啊，無係把尖嘅叫做車。Okay, hilang drill si ko drill ki lui ba pinya pun kalau. Ha, tiêu mà tiêu guna tao ha, tiêu guna tao. 你吹一時往時啊，你出去坐啊，係愛去擼擼的邊啊，是一頭車去你出去吧，你這絕吧。哎呀，死人啦！佢哋比鬼個數較驚。Iya, pasti lu tu tu jelek kong ki dentist ko. 對，好，過來對好啊解。OK，咱個每另外一新嘅聽講lesson 咧，你幾時聽起？哇！對成正時，我個學我聽到伊 iPhone 嘛，你看到有一個Hokkien broadcast，後邊呢係 Hokkien broadcast，伊學我聽咯，聽好聽咗。你聽到你叫咩話題啊？我講下先。嚇？阿咩？頭出去你聽電視我講咩話題？貴咯，哦，個真貴哦，哈。了，你個是已經有聽了啦，了你個看到伊 iPhone 呢？無，伊開互我，伊講一個物件好聽誒，伊講你去開聽起來，好聽，但我都唔是叫我嘅 iPod 來聽咯。哦 ，iPod 聽好聽嘛。你個介紹你聽啦。係啊。你當幾歲？嚇，我13咯。13歲，你到邊兩個啊？是到巴黎位？到吉隆坡做工。哦，到吉隆坡做工，按照你曉國語呢？你名？嚇，如果暑假 K-pop 嘛。哦，佢係 K-pop，K-pop 係你新嘅豆卜係是 K-pop。Korean pop 啦。OK，所以我知道下面講。咱 next time 咱做一個真啊，Hokkien Korean broadcast。OK， 會使啊，咱使講。Hokkien 啊，個 Korean 個。無，咱使講Hokkien 嘅，使用 Hokkien 嚟講 Korean 嘅即個 popularity，because 我感覺到我只韓國，然後我厝嗰邊每隻韓國人啊，我厝嗰邊，所以使講話韓國影響。你講嘅事啊，唔會計要嘅啊。係，我少咯講。我是等陣，即係就講嘅即阿龍，please 翻譯係嘛？阿龍翻譯。阿龍走去啊！哦。這麼多人弟弟啊，阿龍對去啊！哦。這句聲，來都是這句來。哎呀，四個人對啊，等陣。OK，我接到對啊。哎呀 ，sorry 嚇，係咩嘅？不嚇，咱接到對啊，即係講 Korean、Hangul แล้วเขาแกว่าเป็นมาให้อาบุยคอเล่นตำปวกมาเป็นจัง Hello you ฮันมา Hello you 那我那也在做那種有呢等陣我係 internet 對個咧啊你講本對啊係啦我知我係 connection 冇事 connecting 就 OK 再到對啊OK 你講再到對啊แล้ว我咪都講係 Korean เนี่ยKorean เนี่ยปัจจุบันใส่ตัวนี้嚟做 Korean 嘅話題嗬ไอ้妹阿龍都真係講嚟哦。會使啊！我教人啦，攏聽過迄個，人按照 greet 人啊，但是我攏拄着人會甲人拍招呼是用韓國話咱講啊。哎呦哈塞哦！我冇得嘛。你在迄個安樣阿細哦嘅哦，佢找我朋友講安怎好勢哦。我就是要甲你講者，安樣好勢哦。哦，安樣。安怎好勢哦。OK， 或者咱到底嚟講 Korean 嘅話題，是咱特別到底嚟講講下。對。韓國人講 ，OK， 今日即係周普羅啊，潤。即係下掉啦，周普羅，但係到底嚟講到底幾個數？幾個數？แล้วก็ว่าเราอาตมา就已經介紹แล้วว่าเรา蘑菇啦，กับ摩多靈嘅老椒摩丹嘅即係安達巴妹阿龍，แล้วตอนจะมีคิดว่า學先就講起。
鬼嘅故事，我在之前只係個聽鬼故事，係個lesson，個 lesson，你 lesson 是個 B 嘅。冇啦，個 B 啊，個 B 我接馬打咯，我黐下時學冇多乜嘢使學啊。你冇多零咯，你講我聽，你嘅隻鬼故事係點？你是個聽鬼故事嘛？你會講鬼故事？鬼故事啊，是我爸邊個？你爸邊？佢家長啊，嚇我爸是做老師啊，做先生，做政府嚇，做先生做政府嘛。等阿妹伊是有班嘛，等伊去教一個班咯，到我厝到police 位咯，就在 police 城。我在我冇到零 get 打鼓嘅。吉特鼓，打鼓，一人 get 唔知 police 就慘咯。嚇 ，police 是 state 嚟，我唔知嘅。啷放到無學下你啷住丟近嚟跌丟嘅咩？你學冇單名啊？我慘喎，我到這人問我，police 到咯啊？到你俾啦阿炳啊，我講慘咯。是啊啦，police 唔知。特別有可能咧，police 咧死了個到第八項啊，到南項啦，冇咩知。好啦，邊個死佢 police 個咯？邊個出名嚟？啊冇變，係咁打嘛。佢連個咁打。要幹嘛嘛？咩未見？幹嘛啲？連個幹嘛？個幹嘛個咁打，super 咁打 ？Metro Jaya。個你3毛錢、2毛錢、5毛錢定得是？OK， 講，係我即係伊所伊到金崩嘛，等伊架車一半，有一個囡仔特別好在哦，好哦，伊目睭個流白油哦，等好就是流白油啊，冇流咩？冇伊個邊冇香嚇咩嘢？伊邊冇香嘛，流白油較好冇香誒。係咪是我烤唔是流白油嘅咩？我想烤是流白油喎。烤是就有聲嘛，即係流白油呢喎。哦，所以一下隻激鮮嘅白油跌嚇呐。伊目睭個紅紅嘛，等我爸唔是講冇面伊等你一個伊個 student 嘛，等講我靠有物件看伊，我爸講冇物件誒，我爸唔是加車咯，加咧一半，嗰一個查某好不啦了，哈，伊好了喎，等伊個講我靠有物件，我爸講無，我爸去看咧講無物件，無物件吼，因為我爸唔加車，哇，後面冇到你，長嘴，唔是冇到你啊，是你啊，定是蘑菇啊？蘑菇長嘴，了，然我爸唔是冇去參與哦，冇去參與，一直扎起隻咩？阿咩播扎起？阿妹啦，就叫阿妹嘛。阿妹嗬，即係阿妹架車。阿妹嘛 ，kelas tambahan 嘛，阿妹是嘛。OK。Then then after that，我爸話實冇想咯。Then 伊講，得啦，人特別看我靠冇看我爸架車唔驚。Then 我爸看我靠咩數？Then 有一隻章啊，特別是。等於講係，伊對手對行。伊啊！我爸想無想去咯嘛，等 after that 看到伊目有到長位啊，一個目睭紅有影紅哦。我爸無想哦，迄物件，等無想咯，無想啊！我爸毋是講舉一個電腦，術我口嘅門哦。我想嗨，想砰啊！你看呐。變啊呐，即係大聲哦。Then after that，伊個 student OK 就對哦，無好啊，無蝦米啊。Then 嗰個嗰個字叫好，伊個把細講嘅嗬，變嚟冇數啦。特別你爸看到本啊，你爸家己看到以前，伊家己前爸看到本啊，呀，你目睭嗰啲，你目睭是紅色嘅，你講。目睭紅啦。Then after that。有一個查某個好嘛，伊講，伊到我戶口嘅window 呢，藤啊，伊到藤啊個口邊，我爸講，
無物件誒，無物件誒，但係嗰一個好咯，無相咯。這是相思啊，相思啊。嚇啦，無相人，無相人，嗰一邊伊講伊度邊位啊？到底咩位？到底咩位？第二嘛，伊第二不啦對。你這是8班咧嚇？相班，伊是有一個 row 嘛 ，second row 對不啦？哦，頭一轉，第二轉看對 ，OK，啊，對咯。然後我爸唔記個電腦個，我爸冇驚，我記電腦個雪啊，你無靠係妹，攞沙刀講，jangan kacau murid saya, jangan buat apa。你爸是想講，你爸是懷疑是講有可能是人啊，什麼啊？還是伊在講是部隊片面？我爸冇驚鬼嘛，伊冇相信嘛，等唔是廿次電腦攞沙雪咯，等未啊，嗰時你考起啊，等未啊嗬，我爸講唔是叫8哩，一個8哩班嘅老師先生去叫保姆咯。哦呀，係咪伊 ready school 保姆 ready 啊？保姆 ready kampung 嘛，應叫嘛。哦呀，保姆 ready。哇！一成日咧，拍9嚟啊誒！嚇冇辣死嚟啊！你我辣死啦！哇！你所以伊去叫你阿妹是去叫保姆嚟。等保姆講講，即保姆是河南啦，保姆。河南啦。police 嘛，kampung 嘛，嗰啲河南咯，等等哦。等你講那邊有一個鬼，等到那邊一個鬼，伊這邊驚即驚囡仔可能。然後爸講，你講咩？係咪驚囡仔？伊驚囡仔誒。哦，伊驚囡仔哦，伊鬼。哦。等伊本切囡仔。我放 sound effect。effect 啦。下得啦，係啦講。你保姆咯，講每路到這邊做下面鬼。伊講，這邊是我位，這邊是我大位，古早是我厝來。哦。你保姆講，你愛走哦，你愛到這邊。我你鬼講，我愛到這邊，伊咪走。你咪走，我用cara keras。是yang做雲啊物件咯，awak kebak物件咯。係咪做咩？講咩？做咩？係咪awak kebak？做樣嘅雲啊，即係啦，awak kebak物件出啲嘢啦，嗰啲講起啦。哦，你是講念經啊？我想講食 kebab。係啦，我是講咩 kebab 啦？講啦，我嗱，伊講嘅迄個雲南念經啊 ，actually 啊，樣只有拄着鬼係咪啊？迄個經啊是真正 general 真正 strong 嘅咯。係咯，有時我譬如講我是praise their God，mean that praise 人嘅 God 咯。你是講 Allah Akbar 啊？Allah Akbar 意思是講天地大了嘅，無別人大過伊啊喂。Praise the Lord 啦。佢咪數就是迄個經成出來先，就是會使講30%就是40% settle 掉伊個 problem 啦。了講。Then after that，伊叫你鬼做，唔知佢點整啊？我真是暗嘅幫命啊！你幫我留掉邊看？我把看頭整啊！伊講我驚，我講我手幫我家己本驚去啊！唔捌啲嘛，咱細漢時個嘛，咱伊講伊拖咪出，然後阿你某某個夾電腦來説伊哦。阿咪夾電腦説伊鬼啊！等陣，listen，慢慢來。你小才講，你實在正面咁樣出來啲傳，那麼講，calm down。等陣我會介紹我另個之類，嗰隻新嘅聽眾來，你名咩名啊？八寶冰。Hello， 我是八寶冰。你係八寶冰，八寶冰是頭早嚟揾啊，八寶冰。頭早嚟呀，聽到。無論你會現場誒，你有淡薄聽現場誒聲show。
我大媽去做面OK，所以面試啊，不要緊，你那時講有人聽現調，那個聽這樣伊 confuse 佢特別你 OK，你冇 confuse OK，所以你八寶冰，你是唔是新招門頭一擺來啊？對啦，新頭一擺來喲，咁你聽日久啊？哦是啊，你幾時聽去？舊年啊，舊年有聽啊？舊年聽哦。แล้วรู้สิต่อเลยรู้ต่อเป็นยังไงใช่ไหม我到槟城我對新加坡做工，就唔知到槟城哦，特別你平常時是到新加坡做工嘅啦。對咯。你對槟城隻行？兩個 podcast 嘛。แล้วตอนที่槟城隻行啊？隻行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รู้上學รู้話咪幾個數啊？係你講嘅到底係咪รู้啊？แล้ว學即你。都學你 lesson 講了成，所以 lesson 你講你老掉伊樣做個真係暗念經嘅是一個記一個無冇念，咪是要別人嚟參一念。別人可能參咯，個日電那屬意咯，好潮啦嘛，日電那屬意個咪走個。特別樣看到伊物件，還是伊是無看到伊，伊係是特啲長入面，安怎解講話？唔知係你是無冇解講話咯，等無冇教人講話嘛。你冇啲咩？我冇啲啦，聽我爸講我覺我你啲少老趙嚇，然後講，我有啲少，我冇掉，但係我有嗰隻故事到希望你個啦，對嘛？好。then after that 叫我出熱，then 無過2點鐘翻啊，then 係你歸出來咯，出來接你那邊關咯，講你歸到那邊咯，then 一人對面考啊，歸你班都考。嚇，係咪真嘅？我冇明白，你講時候快，我冇明白 understand 你講咩？你講咩出？你幾節入邊關咧？嗬？咩入邊關就係咩物件？冇對啦，可能是自家嘅一個幾係在入邊。哦，伊是地到啲伊關嘅入邊。你一到伊關入邊咧，嗬？但係佢班下考得了。Then after that。then 係你冇乜點就咪驚啊！我哋得啦，佢嚟班甜嘅咯。then 咪就出機，我爸講幫伊出到湖單位，then 伊就見到路啦。就啲沙發去幫伊出啦。係啦，沙發出啦，唔知見到路啦。特別要幫伊走去，就是樣嘅山到啲長嘅山去嚟湖單嚟幫伊。是咯，幫伊啊，唔知見到路啦，你使見佢啦。แล้ว你爸看到㗎啦，即係咩㗎啦？我爸本上線有幾咯，同佢。我頂到冇上線嘅，頂到。我本古早本冇上線嘅，我去到邊嘅人跌呢。本上線就 OK 啊。OK，肯定到底係咪咯嚇？肯定到底係咪？OK。แล้ว即係八卦咧，你咪幾個告訴講？幾個告訴我家己有 experience 嘅，就是古早啊，真久啦。我去新加坡讀冊時，迄個 class 就講啊，今日咱去 midnight fishing。報名去釣魚，報名釣魚，所以人嗰啲人去，迄個上個是一個army camp 嘅邊啊，有一個海啊，你看你啦，真暗甲未暗，看袂到頭前就對啦。所以規隊嘛是驚，人你講嚇。真正嘛咧，迄個頭，迄個我 class monitor 就驚頭前驚，suddenly 伊講，伊變過來看我人甲了啲講笑，咧講，你哪會使驚快淡薄？我唔是不要緊啊，唔是無行嘛，都驚去個 after that 伊無出聲，咧伊直驚快啦，我唔是對伊個了。出甲去 another part 去釣魚嘅時，伊就講。但媽我咪嚇路人嘅，伊講我變過來叫路人行較快時，看到阿飄白白嘅迄背呢？嚇！你講啦，我諗就無 feel 到後面，伊講伊看到一個白白嘅背過嚟。Changi Village 有啊？嚇你講咩？啲 Changi Village 有啊？我話係你真係估唔知係咪 Army Camp 啊，去個真正遠啊咯。伊是 Army Camp 嘅邊啊，一個邊你講行出去嘅，真正暗就掉到 beach 底。Changi Village 邊遠咯？Must be 是啦，話安尼真正估咯。咧，大媽直講啊，大媽來先講話幾件件啦。Actually， 我聽一個 show， 唔知邊個嘅聽眾有聽過。一個 show 就去 TV 嘟嘅一個 program 啊，迄個人就叫司徒嘟師傅。
伊有做一個 program 講about 幾個 real life 嘅物件。哦，是唔是講到啲 YouTube 嘅？YouTube 本有，特別我是大 Chinese cable 嚟會看啦。嚇，伊是講囡仔有影真正用會看到即個物件。但係 even 講 if 人要買新厝 ，it's good to try 囡仔去。then if 你看到伊人真正歡喜，你 it means that 厝 is very safe。哦。伊迄個囡仔真正 feel 到袂爽啊嚇，安尼看你就知講迄個厝是無蝦米前期咯。所以個囡仔，你一隻人對講囡仔會看到，迄啲物件就是用目睭嘅應看到。嚇。有一個是死頭嘟嘟去醫保嘅啊！死頭嘟嘟師傅。死頭嘟嘟嘟嘟是上帝。等，死頭嘟嘟是到上帝，嘟嘟嘅車。阿左嗱，我古仔厝哦，有一人哦，伊暗暝不未開嘅，你布袋掛，我驚甲死哦。伊暗暝一開啊吼，一個物件無響起，我厝有人來講啊，我想是 security guard 來哦。想講啥物？我想是 security guard 來。哦 ，security guard。來講我妹嘛，我看我搞無人誒，我驚死我伊。哦，特別我看我等下學做啲即個八卦講，有時我別到端嚟講就係福建嘅物件，八卦講。你知道就是講去醫保迄個我迄個散步道嘅邊啊，有真濟迄個 cave 有咩嘅話？暗坑。山坑。坑無聲，山坑 cave。山坑嘛。山坑暗坑咩啦？坑只正種坑個角都係咪坑？你講迄個邊啊，迄個散步道，迄個山坑啊，是有一個 place，迄個人是互迄個古早誒是真濟查某，伊人 pregnant 了，迄個囡仔賣，迄個人咪是耳朵咯。落驚誒。落驚啦！咧伊人入去行迄邊嘅接住你坑個了嘅。咧有 show 有影你再行啲迄個一個紅嘅哦。第四嘅這邊看那隔了是迄個紅，可能紅嘅有影有嘅啊。恁真係濟人去伊叫人去擺，伊人入囡仔誒佚佗嘅物件 ，toys 叫咩啊？囡仔佚佗嘅物件。媽媽。唔是媽媽沙。去行，有一個車啦，後面個了吼，有影去 film 後邊個了咯。誒，等陣你講即係迄個嘟嘟嘅師傅啊，伊是唔是講阿莫話，是講胡話？伊講胡話，司徒嘟嘟師傅。我冇看過啊，我唔知冇咩知呢，反正我俾佢 YouTube 看。有接迄個舊嘟嘟嘅radio station 嘅，有去來講嘅。伊有去啦，我唔知我就聽邊條舊嘟嘟。有去邊能招迄個人講 join group 去多咧去看去隨鬼嘢，掉啲去隨鬼。是唔是講 Vivi 爸爸有去迄個War Museum 嘅，是唔是伊？唔知是迄個我冇看到。伊是即個是8月10，唔是8月10個，sorry，七個半時一團嘅咧，係了，我俾看啊，你使寄你 link 嘅話，伊係司徒嘟嘟嘅 link，我去隨看 YouTube 嘅嚇，你教啊，了。OK，แล้ว你講佢哋係什麼只吉利咯？伊 show 會睇看啊，你講只紅嘅是迄個落鏡咧，迄個 fetus 啊，伊人個咧係啲內邊，伊邊個咧伊叫因攞嚟做工嘅人，especially 查某嘅講較容易看到，叫伊人坐迄邊 for few hours 啊，調啲去照伊人嘅like。หุ่นขี้ไหลนี่ก็นะแล้วขี้เป็นแล้วฟิล์มแฮจะเลย secret camera ที่เป็นฟิล์มหลังแล้วที่เกี่ยวหลังหาว่าที่เป็นลูกหลังชุดลายว่าเบกลูกหลังกล้องว่าจะ做個吉利斯有一個半暝三更做嘅迄個 program， 因為我是剛看嗰個 program，แล้ว我本時咯，就是我對啊，頂 about 6 months 就看伊 program。แล้ว我冇你你硬條，冇你講嘅硬條，伊是真啊這裡硬咧，還是幾哪裡哪裡硬啊？什麼？差不多這本啦，特別大嘅乾啦，伊坑個了，你煮行煮接煮這。哦，所以有時成個一個囡仔係一個硬呢，還是是咯，無像人，成個伊人去掂啲片安尼款啊，成個無人擺安尼款啊。哦，有。我唔知講醫保安尼物件。醫保呀，醫保散步檔。散步檔我入邊嘅。哦，散步檔是唔是講伊
我會講，伊個位成個你，伊是咪是成個咧 limestone 啊？可能行嘅咧，你伊個位你去幫住時，你去湖的幫曬是幫住，伊對湖嘅啲隻是唔是咧？是他平時不同哦。唔是啊，你是我行動啦。我行是做到嚟。輕鬆鬆啊！唔是特別啦，唔是咩？但係嘛，就必波餅嘅。哦，佢哋唔是當電視嚟嘅機波嘛。哈！我記我走去幫人是波，人唔知啊。我是講幫住，背後講學嘅話，人個知啊。你幫住晒住其他邊後咧，伊啲湖嘅，我看過啲湖嚟食，滴湯嚟曬。好彩我姑姑爹我冇學好似係嘅。啊，那冇bỏ thì tính đáo từng cái sa tế gì á. 所以冇bỏ mà nhẹ起來哦。แล้ว OK แล้วก็ก็即下八寶冰咧，你幾個數？我一個電話係試緊先咯。嚇，你講下。冰菇係故土嗬，我是我就係過咗正我哋bằng證嘅啦。然後呢個自之我學係默住我哋下龜啊，唔下龜下龜啊。哦，嚇。用我哋拜西江。對，西江對。因為馬來咯，咁佢有看咯，唔係馬哈密數，然後馬來講真係可以西江做面嘅先咯。咧西江做啊嘛，每就係拜咯，拜啊！我個嚟拜個，我表我條字，我就咁樣。西江做咩？要笑哦。特別係咩？即係到底你厝南邊啊？係咩？到底厝嘅？我係厝嚟邊。你已經西江州。已經就是啷感覺到有問題啊？甲叫佢哋西江來遐。我係 family 感覺到咯，我冇感覺到。但係後尾我就唔係嘛咯，我係大幫行嘅，然後唔係我哋安裝有西江來。你幾歲啊？先？我幾歲？我17啊。哦，大漢門啦，大漢門啦。就等17咯了。咁後尾我問咗，แล้ว佢有人講咯，喂佢哋 family 咧嗬，看到貓咗。佢拿叫嚟聽你看，แล้วตัวbằng證每邊整起來了。แล้ว我唔知，我冇看到，我真唔知咯，我冇心我都冇看到。或者頂我知是我係bằng證我看住啊，伊隨時佢用。你會嗬？伊會 switch。Then after that, at first 我嘛。然後after that 我是冇重視嘅嘛，after that 我嘛just leave it 咯 ，maybe 係定牌嘅就唔知啦。嘅咯。after that before 就講嚟，我 feel 到嘛，因為冇啲感覺到我背上咗啲物件嘛。所以我家朋友講咗嘅時候，家朋友講，喂，房機嗰條物件咧，你隨時非常成日冇錢咧。但朋友都唔講我笑。我未รู้但我未รู้你講開冚啊，伊會是成啊？快你還是一冚開冚咧？咱係水古水咪就嚟掟落去咯。滴咧，佢咧暗咧嘛？嚇！伊正係水一叮當啊？還是會黏嘅？哦，你聽到一聲嚇？就聽到一聲，แล้ว開會然後冇聲嘅。แล้ว冚會我對嗰陣聲。特別你開無開冚，你即係你開迄頂面無開冚啦，你是聽到啲 switch 滴點咧。對，你是夜紅線唔使啦，特別是 switch 聲。然後你來回厝，然後我嘛等 A 咯，佢人都個bằng證補證咯，去等咯。然後到我等佢出來哦，你到嗰時候看伊喎，伊來回厝500隻係厝嗰看伊咯。特別是就對bằng證嘅啫啦。ตัวบางทีที่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จะมีแต่ละตัวบางทีแล้วสไลด์ของแล้วมาตัวแทนยังไม่ยี่ห้อสินค้าสีอ๋อน้องสีอ๋อแล้วอีก講就為什麼ตัวบางทีเพราะคนที่ชื่อ佢用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แล้วตัวอีกอย่างswitch 佢冚我ตัว唔知就係潮咧，係係驚我唔知。And then after that 一再講嚟啲嗬。after that แล้วมา講咯。等我一問題我未รู้你講伊 switch 開冚，伊有看到搭一個 switch 開冚冇呢？伊看到，因為嗰個switch 伊是有當
以前係4格嘛，了3粒嘅嘛，要 switch。嚇，3粒啊咩？3坑啊，係咩？哦，3粒嘅 switch 對嚇，第4格啊3粒 switch 嚇。啱嘅嘛。嚇。แล้วอีก粒佢一隻冚著佢就冚著佢。3粒嘅咧點等嘅咧？我未講實佢人，我just大家講是有等嘅了。或伊無講白佢唔冚了，我唔知啦。是特別是看到伊 switch 點等啦，伊滴咧嚇，有。對。And then after that，直接拍 mute 隻咪，大邊嘅just continue 咯，然後了又加再講嚟是人家講做人講，我佢哋因為子為哥為馬為伯啦，有發嘢幫我放定完整起來了。哦，呀，然後after 伊再講嚟是啦，人講伊再講我放定有鬼。哦喲，你都咁冇感覺，突然聽到你嘰嘰叫，你冇想講覺得感覺人看你係咩嘅理你冇呀？哦，我你冇感覺，我冇你冇係嚟去冇本喎，你冇面嘅，個人講咗過嚟，喂，是理咯，但係講個面嘅會難啲啊。呀，會難啲呀，我頭講，然後同哋啲我聽㗎，每個人做乜了啊？我係講俾一方法會。我都嘢實講是冇面嘅啦，但係幫助買啲貨嚟做啊。哦，係咪？所以你讓伊使講嚟，伊使講冇趕走去咩？伊時間嗱使講佢就幾年咧，少幾冇請走去啊？我就使講是無數啊啦。哦，無數。特別伊講無數啊，你哪個節目是困聽嘅？我唔加群嘛，小咩？你想落路都加。我唔加本啊。所以你意思講無數啊，特別你唔加群咧，係時定到有時你個加群咧，你唔知嘅數，但係知啊實件唔加群咧。係嘛，我唔知啊，就冇講嘢。似嗬，你個記往事個記 imagination 個記啲想啊。就因為抓背嘅陣嘢都對關注想啊咯。係啦，成日我聽到時我咪是去迄個有一間寶寶客棧，然後到啲吉隆坡嘅嘢啊。แล้วอีตัวอีติงต้าสิจะจริงก็อีสิโลกุนชัวมาแต่เป็นเจอมังกรเป็นเจอเลยฮิตายไม่ใช่ฮิตายเป็นเจอแค่จานนี้มาแล้วว่าเขียวอีตัว所以我就只見我朋友咁啦自賣㗎啦嚇我就我見到呢件事啊講你見唔見看啲密斯來啊塞你 wheelchair 來啊咩物件呢時我驚我開會嘅了，我自己一人啊！我開會嘅了，我開紅絲，嘅了再勁嘅會嘅了，開嘅了就掉啦，達到你 switch 嘅了，開嘅會嘅了就掉。แล้ว我困呢時半暝，本來一半我醒起來時候，我聽到掉卡咧，我死啊！超級歹死啊！唔知係咩物件，我就驚咗。呢時我開目睭啊，我看，因為我嘅了開會嘅了，冇講只冇嚟驚啦，唔是講慢慢。因為伊會啲開啊，我們走去看，所以看到原來我紅絲嘅吹，我係隻 plastic 嘅隻 plastic 啊，一背起來就講到伊喺度變咧，plastic 成日夾掉。特別我驚死啊！如果講聽半暝車，可能聽到夾，嗰陣時半行。係啦，你講，有一集你講你厝了驚。哦，驚了。有搬走啊妹？我唔驚吧？我 parents 講搬走。你係是水厝還是別厝？我係別嘅。哦，你個白起啦。反正大姑本來啦。哦。then after that，後家馬路我少冇講 believe，架車字咯，咪記者度有陣時嚟講嘅嘛。特別你前先冇看到你厝人家人看到啦。then 就即是我記憶就係講人教係朋友講啊。伊就講我冇咁大條咧，因為看咱嘅 eyebrow 咯。你白白。伊講但是你白白是針子啊。意思講夾派看到咱物啊。你較香，你殺氣只香嘅時候，先把酒夾起來，很好。對，真係伊拉個講成你看不少嘅了啊，人哋白白摸背起嘅。不少未白人啊，未白人，老實講。แล้วลูกความมองกันแล้วอ่ะยังแบบไปมองโลย ทำไมมอง จิมโฮมังเลย會上แล้วก็ยังแบบไปมองที่กระเทียมไปมาI see ลูกความเลยแล้วอ่ะแต่กองกันแล้วยังแบบไปมองที่ขี้มาลูกความเลยอังกองกันแล้วเลยสัตว์ที่อังกองอ่ะแบบไปมองแล้วขี้มาเขาอังกองโอ้ย
會嘛。哦，意思我唔是食無好咯，我爸爸媽就去。特別我有笑啦，我有笑，我有笑啊！爸爸媽我個水都冇。งียบเลยอ่ะยัง講咯，我是唔知有領無領啦，我想嘢都是全部 reason 本啊。特別有人成日我唔知爸爸媽有關係，無關係有人，我是講咪有人誒，樣有人是叫做運管車龜嘅人，個歹看到龜咯，你氣只昂啊！唔管車龜啦，你就學氣啦。然後嗰一句俾講你老家咧冇到零嘅，幾個告訴，冇到零都冇聲氣嘅，還是毛菇講聲。我講聲，咁樣就我講聲，咪記錯你頭啱標調態。嚟可以你講聲，冇到零講。啊，冇啦，這裡我係爹爹呢，特別是爹爹啊，咁你姑不上啊。攞嚟未夠卡掉啦，佢攞嚟未當到頭卡啦，虎未只掉三寶檔嘅，了掉啊，了，哦，你在三里半點啦，你就一直到俾你邊頂山落頂去咯，係啊，係咪三里半點啦？落啲山，白樣 uniform 嘛，半點啦 uniform 都在白山燈頭帽嘅嘛，哈 ，typical 啦，啊 ，typical 半點啦。伊坐到邊頂山嘅，然後伊頭頂看落來啊，這三個呢是真正妖啊了。然後頭一個伊看到去，伊看到下口一個影走落去了，走落去了，過一半鐘，伊對來，然後頭毛掀起來了，然後伊嘴邊有血哦，然後你半點啦，你給當攞你半點啦就冇有，哎呦，cilaka, lu mana dapat ini darah. Jadi Matio, iki Eka, lu nampak itu bawah satu rumah saya makan semua. Wah, dia noleh tu am tu ya, mabuk tu iki. Cái第二個就係飄落去啊，15分鐘咩啊？哇！伊規個喙下個了是血啊！伊講oh cilaka mana lu dapat ini darah? You nampak itu kampung ah. Satu kampung saya nampak semua. Satu kampung saya makan semua. Dan 第三個呢哦，嗰個有個什麼鬼人本不了嘢。佢鬼唔是鬼人。伊鬼不了嘢。了。對啊，伊看到影了，伊飆過去5分鐘對嘢了。然後頭毛煙嘢，哇！飆看到，哇！這叫影是驚死人。規面個了血啊！伊講，哎呦，cilaka mana lu dapat ini darah？伊講lu nampak itu pokok ah, saya tak nampak。掉講呢邊了。超爭。誒，割掉你頭一個叫流血。你直啊！你呢對聽出來呢告訴。冇啦，如果公司就叫嚟講笑嘅事啊！哇，我笑我冇得停啊！伊講嘅咯。你公司嚟講笑啊，咪嚟表演下。我唔知你白伊哦，伊不是做戲嘅人，馬來西亞伊邊 Douglas Lim 啊。唔知喎。唔知啦。係你佢這正啊！我看到是伊是，我無 consider 是鬼啦，伊是啥一個護法漢啊，三寶講去救來啦。然後我係只是三寶講樣拜師啊。แล้วอาเจสินไหนแล้วแล้วขอเดียวนี่สิเขา哋三寶講是叫蚵仔。蚵仔，伊指蚵食嘅。伊無肯叫啦，伊名是叫蚵仔啦，我是講伊指蚵食唔是啊？係咪下面講佢哋講大伯利寫係咪名啊？未記啊。lesson 啊？lesson 嚇，伊不是邊區嘅人，本來樣會知啦，蚵仔。蚵仔是。黑邊嘅這樣講。三寶講嘅名，三寶嘅名嚟。了。我看到伊唔是伊家人是死啊啦，了樣去伊嘅當了，了伊樣都好嚟拜師嘅時，伊來哦，你本來拜嘅了又分花啦，後尾佢哋響平安了，了都好有一條啊，伊成間有啦三碗嘢啊了，了我只再講伊來啊，我基本無緊張嘅啊，伊手kiếm了一柄香，伊來時手kiếm了一柄香。伊手kiếm一柄香哦，伊看查某電啊，咕攏來咕攏去哦，伊是頭樣香，
伊古拢拄好一个所在时候，伊行晓下到伊后毛棍后尾位。燒嘢，還是無？可以擦掉啦，呢？伊路邊成間釣樹啊，伊點點笑魚啊，然後我知頭夾一邊曉哦，伊無講下啦，伊是夾手動了，伊嘅後尾，伊後毛棍後尾，然後伊一頭，我當咩啲攰了去哦，一頭攰了，我知很白哦，然後我知道很下了，佢一夾起喺度點我都白了以後。伊甲伊穿當街，甲伊穿後毛棍當街，แล้ว應該是伊 process 個念經係咪哈？佢一5分鐘嘅我知即念好呢，伊喙半空響起3刀呢，就我 automatic 車我看到時間啊。你個刺激啊，咁好。特別有人去 video， 我未記講嘅伊 video 出來。有影，人都好拜書真留咗真留咗我看到是啊，咯。最近的啦。舊年嘅事啦，舊年是做年事，你估無怎樣？係啦。你毛毛菇啦，乜都未講嘅。咁講，咁講 hospital 嘛，我冇 hospital 咁講。OK， 我有一個 colleague， 伊都好，伊就有retina detach 啦，แล้ว伊冇去ตัว人係咩咯 ？retina detach 啊。retina 目睭啊明。你係咪 accident 啊？係咪 ？iPhone retina 目睭。唔是 iPhone 啦。iPhone 是 retina display 嘛，is retina 目睭。iPhone 目睭。8 megapixel 啊。pixel 咁。咧伊冇去咱邊嘅GH 大咯，咧伊大頭頂嘅VIP 嘅啦，就是攞嚟旁經嘅，係女嘅啦。แล้วอีหมอเดี๋ยวอี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เลยลึกซะละนั่งเนอร์สบอกก่อนสิเนี่ย help ไปมาตัวอีใจช่วยอีกับอีหลังที่ help ซีแล้วเท่าที่แม่ตัวโบสูเตจีแม่ตัวโบสู9เต3แม่ฮะอีพังกิ้งจ้า好似你講怪ตัว是搬嚟 basketball 個ตัว嚟啦邊攞嚟人ตัวเนี่ยเลยแล้ว有一個เลยแล้ว好似我捌去過 actually 我捌去過 VIP แล้วอีหมอโลหอโลทีนี้ตัวผู้จิแม่แล้วทีนี้อีไอ้ก้องก็จะปอแล้วไปวอทีนี้เรียบไปวอแล้วทีนี้ลิงแล้วอีซิสเตอร์หมอคุณดีเอคาแล้วอยากกิจให้เลยปองอีเขียวแล้วอีบึงซึ่งหมอขับกว่านี่หมอคุณดีเอคาแล้วอีซิสเตอร์แล้วอีหมอคุณหอตีแล้วเขาแม่สิอีหมอกับกิปอยแล้วอีหมออีไอ้ตัวอีไอ้另外一個門診別人嘅門診，特別冇人困，自己是伊一人困嘅。咧意思一般咪我家己一人啲下骹困我咧，冇啲門診白落嚟食了嘛，3日了嘛，因為家己喺幫到咧為誒咩去幫助咯。然後去幫我得了，冇做了，冇到對嚟咯，佢就幫到頭一張嘢，就是講一堆嚟嘅事啦。你一差唔多愛搞嘅，伊第一個一個燈都有。咧一個一個燈，像有一間查某甲伊講，你到了。咧伊就是搞伊門診啊。แล้ว講華語啊？講華語啊？嚇，講華語。แล้ว一就咩帶去門診咯，咧伊就去搖伊 sister， 伊講。你聽到你講無啊？你去到咧，我看到你骹一個骹，第二骹行去嘛，我都無看到你物件。你依家有特別有看到一隻手佇你個骹底邊位行去。看到咩？看到隻手啊？一隻手啊，佇下骹位。咩手？咩手？手啊，探啊。這係咩？這擔啊？一支手，手掌。一支手到底卡嘅，你係卡？安怎我冇明白講你卡咗有一支手？別個伊只是卡未卡盤萬個伊。所以伊嘅門診嘛對，所以講伊看到伊嘅卡行來行去呢。伊有個是隻手，你看，特別無聽到聲，特別可能伊 WiFi 一齊咩，伊看袂到，伊就是
聽就講有天查某甲伊講，你到你到了，你到了，哈你聲。特別伊指個看到一個手對待伊。安尼看咯。hospital 嚟坐嘅 hospital。hospital 咧，伊 check out 嘅時，是第七日是伊 check out 嘅時。上本有百夫當時是下晡咧，有一天就聽到我講再見再見。我是人無聲。講什麼？可能我講咪句話啦。咁咪句話？no 句話。哦。no 我講咪句話。你當然得咯，按照你 line 上本事，特別你 line 本身嚟看，你到學校就得咯，還是到處？學校。哦。แล้วก็เลยวังก็มอตันเนี่ยลูกกุ้ยก็สื่อ講你朋友嘅係咩嚇？John 摩托領這邊，摩托領走，等陣乜就做工。哦，係 OK，感謝啊，即係你拜拜。即係話啲啊，白豆，過嚟講下估。白豆我講嘅乜冇變乜仔做工事，一噴佢。OK，快啲燒掉，或者嚟講啊。謝謝啦，OK。好，感謝啊，拜拜。拜拜。แล้วมอตัน我咧是啲 school 啲即係學堂學堂舊年學堂學堂先生教我哋講啲故事啦。人聽到學堂學堂對啦 OK 我哋係你先生教我哋講啦，成個 year end 嘛，年尾 year end 教我哋年尾教我哋講一個故事咯。伊成個 related 教我講伊是有一個查某中國查某唔是做雞啦，來這邊讀物件啦。中國唔是做雞，這做雞中國嘅查某係啊正，咩意思？國寶嘛，做雞嘛，貪女嘛。了。唔是做機，只是嚟讀冊。讀冊唔知啲成個收話嗬。了。讀冊，然伊成個有自己講伊成個真正神嗬，唔知去個龍波即係你 LRT 係咪 MRT 我唔知啦。一路去 shopping 嗬 ，shop 咁唔知幾點嗬，可能14去咯。哦，你等陣，你講到落 ART 先，我有用 ART 做工嘅喎。你咪講乜嘢？你是住 lesson 了咯？係啦，我人講是人擺下邊有幾嘢就係 ART。哦，看你講，你學阿莫丹講咧，是你講你聽到嘅你告訴上載，阿莫丹咧講。And then was 實咯 ，then 嗰一個本是 related 就一個神嘅字嘅。等陣，你實施了？實施咯，嘛，安尼看了咯，讓成個出報紙安尼看了咯，講咪實施啲報紙講咪咁樣咯。then 嗰一個你是本是 related 就一個神嘅字嚟。等陣，假設 related 係咩神嘅字啊？特別你講嘅你可能是冇鬼咧，是講伊可能太先嘅啦，你就冇啊。啊是講這字告訴你咪講關係。等陣 more value， 等陣講 story 了，講 more value 嘅嘛。講。這個是成個都是啲 Malaysia 啦 ，Malaysia crime rate 係關係嘛。and then 我這個大波嗬，成個半夜啦出來成個。唔知係咪啊？我半地記啊！等陣，冇，我得。呢個เป็น個潮嘅。Oh my god！講。好笑死！你唔知係咪本啦？唔知係咪啦？你啊？陣間是
關咩出嚟做啲先哦。嚇。冇啊。係啊，見啊，講你答啦，答是 LRT 嘅度掉咧，啊你 LRT 是咧嚇冇 value 是問講佢哋字。神小姐啦，神 means 你 left the board 嘛，then 成個你講成個看到無神啊嘛，叫人睇到你看到。哦，你是講伊就你無 establish 講伊就冇就咁講，哎呀線呀！你冇講伊 establish，喲，等陣你叫 non 啊是。將 information 是安尼看，我是 transfer 好亂嘅。我知啦，你真係巴黎咩？特別冇講到你線咧，後尾死一個嚟講，伊講就講線，你都未講，你未講伊特別講線嘅聲，所以啊，所以唔要叫我講聽，你下，誒，你唔要去參迄個變動 back 嘅迄個 drama class 啊，假如嗬。好，阿龍有興趣也使過來咯。阿龍，去參啦！因為假如我講聽你睇 drama 嘅時候，因為假如 storytelling 嘅，假如安怎你再講其實成個大面，想我做邊啲學嘅人老師講，本是因為有 previous 我嘅嘅 previous theatre training 嘅，嘅成個 moderate 你 show，and then。你 storytelling 你唔使講，按照講嘅學人聽下係起嘅，一個嚟學 resolution 嚟講啊。你使去學邊啲學嘅你冇即係邊啲 back 你去學啦。即係最咁冇單。我知你只細漢個，所以我買潮你就直是講你講我時就叫，特別你那時講俾學卡下教講故事完，然後你使去邊啲 back 咯，你使邊啲 back 就啲你跌過嘅呀 ，straight ski 嘅。street ski 我知啦。你去 facebook.com/Penang Back Penang BAC， 然後下邊有即係直接教你講乜啊？阿龍。但是講你有影有過來時，你來找我啦。你教你叫交代人叫我就對啦啦。你叫我找阿龍嚇，我出來你教我講你是阿摩丹啦。你只 song 本嚟 because 你係 all about 你 theatre 物件嚟看，我知你有冇興趣看你物件本嚟嘛？阿摩丹係。冇啦，冇，未講你講話，未講做對 drama 你看你啦，唔是 drama 你係 speech 嗰啲咋 ，speech 所以教你講話，啊冇白到死咯，看你18歲啊講話，每陣看一地嚟講死啦，冇唔知你講乜鬼，我知你到底細漢個，我知你個講，你是唔是講福建話？你冇咩關係，係是講白話嚟講，你講下順條。看成啦，我未了你係咪看成？我未了嗰陣時講你講白話，你講下順咯。English 嚟啦，你用暫時咧，暫時用 English 講話，講上嘅 story 我講下你講緊咋？嚇，都我 permission，I need permission 我講咩啦？講就係講學嘅話。我俾聽你講，我俾聽你 contrast 嗰啲用學嘅話，嗰啲 English contrast 講。So this is the story about. I mean, sorry. The story I'm going to tell is about this word board. So last year, my science teacher told me. see，你話你已經 establish， 你已經 establish。但係時你講你學嘅話，時我冇聽到你講下啲人啊關係，就講嘅是關係，你講只線嘅物件，我冇知道。你講嘅咧，我不知道我冇明白你講咩。係咪？Okay, English 都 OK 了 OK 搞啊！我實在就會聽一句啦，搞啊！了。structure 個好寫個 clear 咯。你個 structure 個，所以你講嘅話是你成個隻棒咧，你頭腦隻棒棒咧就。特別你那是講有興趣嚟講啦，你使叫我哋 speech and drama。speech and drama 是假如 I mean I think through 佢哋 training 啊，你會較會曉安怎講 clearly state 你嘅 statement，make 你 statement。未歹啊！你去 try 下，你使去 English class 本來啲你學掉你學掉你特別有 special 學嘅 session， 我買去做你。然後等陣個美國就個有冇，等陣個就冇下冇單。然後呢阿姐你錄先你幾個數？阿龍，哇！邊個幾哦？邊個OK，邊個冇幾，特別劇打有幾？嚇講。劇打有幾？你就係當做嘢啦，我上所以拄到一啲嘢。我 keep 嘢嘛，冇上 location 嚟嗬。
我知道咧，我是唔知，即我聽人講我聽本嘅，特別人講啦，伊應該做戲啦，就 expressive 嘛，講我成日親身經歷過嘢嘛，係咯，伊就講用規定啊，錄物裏面嘅人本嘅，係咯，一度過去嘅大邊做戲啊，做一場中學嘅學生做戲啦，一場啦，這是很屌嘅舞台嘅啦，迄個舞台是啲學堂裏面咋，迄一個學堂咧，我是垃圾嘅，迄個舞台是啲學堂裏面，是學堂嘅禮堂裏面做嘅咋。係啦，伊禮堂後尾咧，就有一個好像make up 好像 fitting 嘅所在啦。係咯，有一條咧，好衰唔衰？studio 一條正按照講行鬼嘅咋？伊行鬼嘅時候咧，個好衰唔衰？互伊去看到伊唔應該看到嘅物件咋？你覺得啲畫面係點先？看到嘅嚇，伊看到一個。規身軀白色嘅囡仔，規身軀白色，連面本是白色嘅啫。一個囡仔嗬，換掉係啦。無，伊唔捌迄個囡仔，迄個囡仔是無，伊看袂到講迄個囡仔是有情紗無情紗，特別伊囡仔是規身軀是白色嘅。我知我講聽，看掉白 make up 啫。係咪你看掉係咪你講？我啲 make up，樣甲人 make up 嘛，你見到成有興趣啊，看人畫面啊，伊是我甲真正見去看掉迄個人甲迄個 actor 畫面咗，你好衰唔衰？互伊坐啲阿妹嘅人，互伊即就叫看掉咗，佢一直啲流看咗，伊唔敢講就一直啲流看嘛，流清掛。伊佢一直出清掛咗，所以解 make up 嗰時叫人啊。另外一人甲無上人 make up 嘛 ，because 生咁少嘛。然後另外一個make up 講你就是啲流汗，你伊流汗咧會滑嘛，伊整個咧會落個咧會拔到會落個了嘛。然後伊講啲流汗，伊無做本咗，就是伊啲流汗咧，然後伊就唔敢講咗。伊直咧打喊掉咗，咱假尾伊袂動咧嗬，伊爭着迄個人嘅手解，講伊看到一個囡仔，規身軀白白誒，看到頭前迄一個人佇畫台邊度，伊細細聲解講伊嘛嚇到人嘛。咱假尾迄個囡仔嗬，看到頭一個啊，走來看伊啦。是目睭對目睭咁看到伊。吉利。咱假尾伊袂動，伊喊個真響，然後誒director 查某嚟，要合做咩事啊？喊個真響，伊袂聽到伊講伊真驚，伊唔敢出去。查某是查某，囡仔嚟曉這件事。真細漢嘅，應該是13歲嘅。查甫。查甫嚟。9年啦，唔是。伊可能知道呢，伊可能就是一個人看到呢，伊講互人聽，伊講俾講互 director 聽。啊，咧係你甲伊 make up 嘅人本在係咪數？而家伊直直流汗咧，人看到伊隻目睭直直看到另外一邊咯，佢直直流汗，伊唔會做咩數，你安尼鬼正怪嘅。咧假尾迄一隻鬼所在講，伊看到伊啦，迄隻鬼走過嚟看到伊啦。佢你嘅第二年係講走嚟看到伊。伊就是，你個袂只寫咪就你叫我古早講嘅就告訴我，你袂只寫咪，你寫咪係講，咪嘅事看唔到我。Even though，等陣我每到啲特晚人講嘅講無聊，就講每到啲 lesson 講嘅嘢，你聽人講係咪 LRT 係咪物件？係你 LRT 嗬，係你是我聽人講嘅，我唔知有乜丟過。特別聽講人講嗬，到12點啊，4點擺經我位這邊啊，有幾道我靠對面看路人在，伊會去 LRT 行在哦。你捌看過？我唔知啦。你不要啱啱去看看，又看唔到去翕。未咯，12點愛看咩哦？未了。你唔是當兵做工嘅你講？我無啦，我是過去做工嘅嘛。你是阿妹無。阿妹都嚟嘛？你是講做工少用？我想你到啲 LRT 嘅 station 去做工。冇啦，我咪到 LRT 做工。你講有人有講啦，有人成謠言啦，人講嗰邊阿妹是有鬼出來看咯。我是愛看本咯，我無看到。有可能是喺啲中國查某條台死嘅咧。是咯，睇你看到這中國查某寶貝鋪，唔是假來啦。你個假唔是到這邊，假是到走結做嘅。走結，我知我到佢走結啊，特別我唔是做假啦。我不走結啊，走結，你會唔是做正假會？到啲咯，就做正假。
啊，在啊，就基本有啊，我見 Central 不有嗰度東西。哦是啊，就是我到啲最近拿迄個啊茶迄個福建茶，迄個南方嘅福建茶蚵啊，個有啊，大陸面。有啊，有啩，古啊冇去邊哦。Dewan咩啊？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ya. Iya,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我去Jalan Bahang 嗰邊，伊嗰邊用阿郎啊嚟煮啊，好食嘛。阿郎用是阿毛灰，唔是阿毛灰，灰團。阿毛灰。誒，OK，所以當然咱貴國數不了啊，那是咱講不了啦。請人嚟幾個嚟，特登嚟接埋教我講下，แล้ว就要包槍咩快喎？John 啊，係你講司徒嘟嘟嘅師傅啊，你人會曉帶等人字嘅，你喺 YouTube 我會曉講廣府話啦，伊個program 嘅名是奇異檔案。if 你帶伊就出來㗎了。奇異檔案。檔案 ，yeah。OK，แล้ว那是讓未去 check，那是講話除掉呢，我就幫佢話幫嘢，讓睇隻 episode 先去看。แล้ว我這禮拜特別嘉賓呢是會感謝我人新椒lesson 啊，個有八寶冰嚇，什麼？妹姐，就去邊個嘅啊？Himan Negara。Himan Negara。哦，你冇講掉佢，你冇你講 Himan Negara 誒？啊，你講了先，講好，你講係咩？冇，你 Himan Negara，我是阿妹是做吉嘛，有一兩刀啊阿妹掉，是阿妹我我 shift 3點幾才起，我困位啊，下邊有長人嘅古堡在哦，幫，長人幫。啊，當然係幫，到邊哦，then 我知道啊，我朋友講有一個白鬼，到伊頭頂飛來飛去，然後我講無去插啦，無去插伊啊，我唔是去行，一人行咯，你人去困。你無驚啦，你無講你無去插伊，你無是用線你啦。啊，我是看目睭行爾啦，then 我奇怪嘛，我個會搬照啫，我個會去 toilet 嘛，伊 toilet 是大開起來嘅款呢，個阿妹是一望嘅，我講，哎呀，看目睭去過去啊，然後我媽係再搬咗一半，無小心看到伊，呀，搬咗到靠位嘅，歹勢哦。你看到是看到伊嘅幫，還是看到鬼？看到鬼啦，伊可以個無冚咁滯哦，一看到伊哦，我本家己白起，但我用我記講吼 control 到我講，喂，無袂啊誒，有一個鬼，我哋我你人，無嘅啦，無鬼嘅啦，然後我講。我慘啦！我講，哎呀，別見啊，冚日朝去食麥記麵，去看 TV 啫。無久個，因為我朋友本掉去。哦，嗰隻看到你明？嗰看到嗰一道。是到底隻晚你看到，還是到底把你位看到？無一道節那邊 dorm 是 dorm 了 AI 有人踢衫像我是像朋友嘅，無喺你困嘅衫。哈。拔刀嘛，然後我朋友唔是夾起看到幾多你夾底啊邊啊？伊個名稱會掉呀？係咯。吉利。我見依個喎，我人佢咩走去啊 control 到我講唔係啊，咪做啊。等陣我會問你所以你嘅錢包看，你是就點樣講你把價錢啊嘛？還是你喎？啊，對，是啊。所以你到底你去做你 NS 啊 ？NS 起碼你講係 NS 啊？啊，對。啊，然後你去嗰邊時，你看到伊個，你看到個鬼時，你講看 describe 看伊，你看到是安怎誒？我唔知錯啦，你是想我是家己望起咋？你是看到一個物件無熟誒，你話啥？你嘅毛啊，長去頭頂嘅長去，然後你話啥無熟嗰咋？你話啥？你有影家己邊，有影邊拎起你知哦。我是辦有時，我有啥有一個物件啦，到我阿妹就我有影 really 有影拎你知哦。拎我未動啊，你知我看。你特別你是你嚇講。
你就咪講我講正講已經。我咪你感覺到，所以你無啥目睭會看到，你是感覺到到底你後尾係咩？不，我本來是看到。呀！我就看到去。你只照個條靠。我是答波。我說是查某唔知，我說是我變 blur 去，你知？你話啥？你驚死，你唔知做乜嘢？你請講起，你唔知做乜嘢？等，我咪所以你只感覺到後尾唔見，另外莫去唱戲啊，是你個邊個去看？嚇！你係是邊個去看？是看到咩？看到一個物件，唔知啦，我唔知一種 describe， 我唔知一種講，特別我話啥是。無想起，你知哦？你話實時上有一個物件看你掉咗，唔是人，特別你話啥伊靈啊，你佢經下變靈了。特別你 try describe 講你目睭真正 truly 目睭看到物件是安怎啊？白白呢，還是有一個影是 shadow 啊？是咩你看到？我看到是 shadow 款啊，特別我唔知創啦，我說有影是驚走人去啊，你知哦？反正。所以意思就是講，你若是講你等小不咪起，你想切驚，你想食 blur 去，所以你特別你是感覺到你 feel 到後尾物件變開去，有影在就看到物件，特別你想不出意形成咗。我是無關，我是詭異呢，我是走他們走了啊。哦，你走時，你按照時候看到物件就通過人走啦，還是咩？走去啊，我乜就幾時破病啊？哦，你喺度破單，你撈住自己啊，你幫住一半數。那。我拍死哦！反正都看，你個一道是1點幾，囡仔對你叫，睇到囡仔對你叫，等我本無去抄，等我朋友嘛，伊是會看到鬼嘅。你叫伊來邊度學見啊？伊唔要講福建話。哦，你去每個數一記佢講下。伊看到鬼，伊看到囡仔對你掉大病，我講，哎呀，咪去吵伊啦，咪去管伊啦，即是鬼翻去啦。then after that， 伊個我是無去吵，then 我到時間愛困嘛，then 換 shift 啊嘛，愛困啊嘛，3點幾哈，then 我困邊嘅躺下邊，到喺你躺下邊有夢你知哦，特別我唔知住啦，唔知住夢嘅啦，then 我話實奇怪啊！伊個聲吼，聲到我邊一半呢，反正就對伊講話，對伊聲你啊講啊，行落去你啊，落去你啦。伊講咩話？伊講華納話，有華納話加Japanese話可能。我是驚是Japanese 之類就係。日本聽到日本拍正嘅事。我是無去插腰，看目睭，未得閒，也 MP3 來聽哦。哦，你聽到華納話，你個聽到像日本話嚟講啦，特別你別 understand 啊。伊華納話唔是有影成人這邊講華納話。哦，特別有參華納字。有華納字，特別我唔知伊講係咩啊。等我知迄就是華納是伊講是行去你啊。哦，按照講華納話是咁咩？日本人會講特登買啊。哦，你是講你講特登買是講伊是聽到即是囡仔嘅聲。你是大人嘅聲。所以講特登買嘅是成個你是講伊是成個日本人會聽講河南話啊。伊是日本無伊聽到大外口是囡仔嚟嘅，特別係咧我困時是。大人嘅聲可能，特別我知大人嘅聲，你講是咩日本啊？是我冇明白，真係你講日本啊？伊有講日本話啊？伊有講日本話，但我本唔知伊講係咪幾老未有聽嘛？然後特別華南嘅，你聽到華南嘅是講咪咪特登買呢？伊嘅華南唔是有影 perfect 華南啦。是講像日本嘅。成個日本人講華南話可能。對哦，即係啲叫做日本人，係日本腔淡薄嘅可能話，佢冇咪準啊。是咯。哎呦，你是哦 ，from 我講我有影熟悉鬼嘢啊。我講聽啦，你不知你個對嚟甲我講嘅，佢較濟你。所以或者我錄音咪是你 try 來錄啊，我較濟是normally是9點
start 咧啦，特別佢就是10點是落幾個水，特別都冇按緊嘅事啊。So OK，我John，我係1點冇咗。係啦，頂到時我做隻啱嘅嘛，一隻兩邊裝嘅數。定到可唔可以咧？到只啱嘅。OK，感謝啊！這禮拜特別嘉賓是新椒 lesson 八寶冰這裡全部講到本，這裡八卦講到淡薄咧。แล้วก็โมโตลิงนะมาเจ้าเขียวแล้วมอกูก็จะเอาไม่เสียจีก็อาหลงไม่อาหลงแล้วก็อามตัน感謝，你哋快啲嗰度對嚟邊嚟學見聽講新嘅節目，感謝，拜拜。